日我哋小小博物館 KOL 有個神秘任務啊！我哋要將重要嘅博物館回憶擺落行李箱入邊，製成藝術品。我哋係參觀文化博物館嘅 KOL， 我好中意老夫子，所以放咗老夫子入去我嘅旅行箱。我嘅行李箱就有中國菜同埋葡國菜，非常之豐富，包你流晒口水尾㗎。上次呢，我組呢就去咗呢個香港鐵路博物館參觀啦，而我呢最感興趣呢就係呢個60號柴油火車啦。快啲跟我哋嚟博物館節睇下我哋嘅作品啦！我好開心整咗呢個作品俾大家睇，希望大家都中意。我覺得好有趣，中意長下但係因為我覺得係靚。咁細嘅細路仔都整得好清晰啊，所以非常之好啊！呢個同你帶下。我中意迷你文化博物館，佢就 show 到小朋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創造力啦，分享更多香港唔同嘅博物館。頭先個小朋友咧好主動，咁好有心思，同埋就講解得好清楚。我覺得將我哋參觀完之後嘅作品陳列出嚟，真係好好嘅選擇，因為我哋可以俾其他人觀賞到博物館嘅外貌同埋博物館入面嘅內容。我哋嘅工作坊有好多嘢玩㗎。